比如一只货船天狮轮伫顶个月2日，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，有600个空的货柜拢浮伫海面上哦。沉船的附近嘛有漏油，海委会、海保署、佮有港务公司伫风台天嘛继续的清漏油佮货柜。有消息指出讲，这只货船对中国的大连要出海的时，都有淡薄仔进水咯。高雄地检署伫顶个月28嘛已经展开调查，也毋过针对案件上新的进度，今仔早起是表示讲。无方便说明。专业的清油船为了海洋好出动，要清掉天狮轮所流出的污油，为了减少环境的损害，这只清油船除了风台期间是逐工拢出动，不过接续要来卡入风台，嘛可能拖慢污油的进度。海委会甲海保署嘛继续在空中监控。今天我们的麦寮海洋号出发的时候，到现场的时候回报说，整个那个海气象条件风浪会比较大一点。我们8月1号呢，我们总共出动了10艘船，64人，然后清了257.8海里。天狮轮对顶个月2日沉去了，问题也未解决。有消息指出，天狮轮对中国大连出港的时，船就已经入水，过去再回归了，入水状况变甲愈严重，是哪走哪沉，一直走到高雄外海时沉去，都未赴去香港修理。嘛有咧传讲天狮轮要先挖港修补，意思是交涉养误，才错失机会。另外，船沉去了，这货柜浮海，甲汉光演习的时间接近，恐惊害着国安的阴谋论。高雄地检顶个月28分案调查，早时向问到这案的时，有关是真假调。陈东在30号之前就要完成改善。结果我们在7月31号的时候去现场稽查，用空拍机的方式去稽查，没有依照相关的一个污染防治措施去做防堵。检方回应暂时无多说明，不过海保署已经对船头家连续开发，第一届罚30万限期改善，对方说无伫期限内底完成，搁再罚60万。因为港务公司是表示，除了风漏清油以外，卖甲相关单位研究，甲天狮轮的残油抽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